你的意思是讲，我即摆已经拜你做师傅啊，啊你唔若要教我功夫，要搁送我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贝啊？无唔对。师傅啊！等下，我无收恁做徒弟，唔通学白叫我师傅。无呢，阮阿兄就叫你师傅，阮是对叫的啊。讲这咧讲，师傅啊，你穿甲咧破衫，搁咧捡本数，敢真正有啥物价值连城的宝贝哦？听你这种口气，敢若袂输讲，我无迄个尻川食迄个瀉药啊，我唔都硬断的咯。不要讲，莫讲。哎呀，好哦，你拜为师傅，搁迄价值连城的宝贝要送你，接受起来。哦，安尼师傅，我先甲你多谢。免多谢，但是这项宝贝是干那你一个人会用的看，其他的人拢总袂用的看。师傅啊，你安尼无公平。等阮阿兄有拜你为师哦，你就会用看，互伊看。啊，阮无拜你为师，就袂用看呢。啊，我知影啦，妹啊，规矩安尼啦，拄阿兄有甲磕一个头对无？咱即摆甲磕5、6个头哦，啊，咱就会使看。免，这毋是磕头的关系，我甲你讲，恁的根基伤浅。啊！恁若无到这个分量吼，唔拄好，若看落去到地，煞着我是无法度甲你救我。煞着。阿姊，安尼我看，咱好较紧来十句莫个兄你要怎？这你放心，若恁大兄一刻钟了后，伊就溜走去找恁啊啦。哎呦，无影，好啦，妹啊，听伊讲到安尼先，咱无咱先来转啊。起来走啊！迄落阿兄。好啦，免叫啦。后司机啊！哇哦！我甲你讲吼，来，这个我要互你的宝贝，就是伫咧这卡篮仔内底，虽在你拣，但是只会用的拣一项尔。篮仔底哦。这篮仔看挂，搁高水哦。安那专当顶了。哇，有遮水的花干哦。哦，这种宝物，这种古宝贝呢？这只鸡仔高水，这只鸡仔搁轻轻啊，这我较好炸，无这项互我吼。哦，足水的，足水的。参见主人。来，师傅啊，这做人呐安尼，这向见面出来人是爱煮饭，伊要煮人。哎呀，毋是啦，我甲你讲，你免惊，迄只鸡是伊的元神。即马即个以后，就是拢要互你车驾，你就是伊的主人。只要你若有需要伊，对街头甲伊摸，自然伊就会出现。你若想讲要搁甲收倒转去，你就对身躯甲伊扫咧，自然伊就搁变无去。是啦，主人，我叫做秀丽啊。后盖吼，你若有啥物代志，做你真量烦恼，我一定替你办甲舒适啊，舒适。安尼，啊是讲哦，安尼是真好，啊，毋过我即摆吼身躯转伤痕，你敢有法度通甲医？这哦，无问题。来，主人，请你坐好。好啦，主人，无代志啊。靠腰后遐紧倒。我即摆继续元气呢，试看嘛呢，滚大南山明火，卡塔北海蛟龙，师傅啊，哪会共款搁放落？那你都还未学着，哪有合紧？哎呀，安尼会用袂？哎呀，赞！哦，小妹，无简单呢。哦，你即摆功夫进步了真好呢，比我较早较进步呢。想袂到安尼，小妹啊，你教比我较慢的时间，功夫比我较好呢。哎呀，莫食醋啦，因为我家共款是查某囡仔，所以教起较方便啊。我讲啥物细节，伊嘛较会当了解。我咧磕者嘛无要紧啊。那兄弟啊，既然若甲安尼吼，我就直接拜你为师，安尼吼，我一定当学成功的。这边哪会用的啦？无经过阮阿爹的同意，我哪会敢收你做徒弟？这无要紧，连工吼，我安排阮阿爹甲你见面，你正式拜为师，安尼咱就用开始练拳啊嘛。真是哦，感谢大叔兄，感谢大师姐，没客气。阿爹啊，关主，你所想的价钱确实袂歹，真是妙价。老安话，
人咧来哦，免惊无人来报名。阿爹，看你这样真欢喜，到底有啥物计划咧？我是想要拜瑞来比武招亲啦，引起这武林英雄的注意。啊，到时阵啊，才会挑选一把较好卡手的啦。这好哦。像阿爹，啊要用什么高娘的名义来比武招亲呢？哦，当然是你咯。你。我。